罗子，你做到做完了，忙给个没看电视啊？慢点喎，我先看看小猪被几个了喎。嗨，你干嘛忙去？忙就每年看小猪被几个通话片，头发就没得认真啊的，抢买容你了。哎呀，爸爸，你就让别人听吐了大叔，吐了大让别人听卡了大，卡了大让别人听过了大，过了大让别人听过比呀，比人家让别人听跟到工作，跟到工作让别人听赚到钱，赚到钱让别人听存的大，存到钱让别人听干了水，干了水让别人听干了必须那个。干到是那个让别人听对俺好，对俺好让别人听又对俺爸爸妈妈好，所以让凡事比人们强，顺其自然就好。你妈的有点太对哦，讲到10多块的才把你爹。你看这个书啊，成绩就考不好，成绩考不好你就会参俺骂，参俺骂你就会毛线揪，毛线揪你就会读不到书，读不到书你就会病到尿，病到尿你就肯定跟到工作，跟到工作就会赚不到钱，赚不到钱你就会没钱拿出来给高兴难办工资的老师，老师领到工资就会没胸襟高书，没胸襟高书就会让老子给闭出来，到时有钱没你没办法，就会最怕是拉满给名字。我讲了就会视频啊，太高中太规模的才双性无视，肯定就会落回战，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跑反，踢路人跑，肯定打不上实力比久，打不上你肯定会通入黑无视，通入你黑无视就会破坏自然环境，太湿前就会不让胎动，地球温度就会上升，氧气变成就会融化，全球水面就会上涨，所有的牛的如果能被水中压死，跟你一样都可以救活，全部都可以认为你命的突出人实验，你考虑过了不了哈？哦，爸爸，你给我聊是多少年了？俺是个当爸的，我看到块小猪脾气，会人家想块市场上给他看一小莫你是做到这倒是分难用。西瓜视频。